自從我個反應做咗之後咧，個討論就熱烈咗。係有啲人講話已經歷年嚟對民意調查有咗個結果啦，都係贊成雙普選嘅人咧超過半數，有時6成甚至7成嘅。佢話假如你相信呢啲民意調查係確實嘅，同時唔係一次喎，歷嚟都係喎。咁你仲需要咩公投咧咁樣？譬如再舉一個例，假如你真係5區總辭，但係對方唔派人出嚟同你選，你就自動當選翻，咁冇投過票喎，咁又點樣可以變成公投咧咁樣？亦都跟有人提出咁嘅意見，你5個人總辭，佢唔係派5個人出嚟你競爭，只係選你1個或者2個比較弱嘅地區，佢嘅選民比較貼票多嘅地區嚟同佢參選。譬如5區只有2個區有普選嘅投票嘅，咁又點可以算得係公投咧咁樣？咁所以啊，用5區總辭認為係咁樣就係公投咧，呢個有人質疑嘅。更有咧，假如投票率太低，即使你5個區啲人普選咁樣，個投票率只得2成3成咁樣，咁又點樣算得係公投咧？嗱，對呢啲嘅問題咧，我哋一定要細心去考慮一下嘅。唔係華叔，呢技術性問題，其實我哋提出嘅時候，即係我哋組織裏面都有好多討論啦。咁但係即係我諗華叔你要清楚咧。我唔知道你哋內面有冇討論，但係我知道泛民主派裏邊咧，好似冇咗人討論過嘅。因為當初提嘅時候咧，到今日嚟講咧，泛民主派之間你哋都冇乜實際討論。我聽見過阿黃英文話，等9月25號佢翻香港先至再召集會議，同大家一齊傾。嗱，我覺得呢個係唔好嘅。做任何一件事咧，你既然係要人合作，特別係泛民主派嘅人，自己先要商量下、討論下先，唔好咧就咁公開咗拋出嚟，人哋都唔係知道或者唔係好了解。咁樣嘅時候咧，對方未有準備、未有思考過，佢嘅回應一定係比較遲一啲嘅。咁點解唔事前大家嚟進行個商量討論過，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大家傾咗先咁樣。華叔嗰度有個好強嘅，即係有好嚴重嘅誤會嘅。其實當初提呢個5區總辭咧，主要就係嗰一次，你知係李鵬飛主持嗰次嘅閉門會議，即係喺香港會嗰次咧，就即係突然間召咗個會，咁啊邀請我哋去啦。咁我又唔去得，翁偉又唔去得，華叔長毛就代表咗我哋去，同埋都好遲至去到，因為佢有其他啲抗議運動要做啦咁。咁去到嗰陣時提到即係話嗰個嘅香港民主政制嗰個發展嘅時候，長毛喺會內提咗呢一個咁嘅意見噶嘛，李鵬飛出嚟就鬧我哋低 B， 引起呢個討論啫嘛。即係其實嗰一次咧係好唔成熟嘅一次會，咁啊邀請咗我哋去，又冇好明確話要準備好啲咩討論文件啊，具體建議去討論咁而引致到事後提咗出嚟之後咧，李鵬飛一鬧我哋，咪引起好多嘅回響同埋討論咯。呢個證明咗咧，係嘛？俾你自己社民都唔係好成熟，點解自己唔係黨裏邊討論過？唔係，華叔黨裏面討論過，社民連唔係華叔，社民連黨內討論過，黨內係接受認同，但係提出嚟嘅時候係冇文件，亦都係泛民嗰度咧，因為嗰個係陳方安生召集嘅會，唔係泛民召集嘅會啊嘛。即係你冇諗住嗰陣時會講呢樣嘢嘅？唔係，佢哋淨係討論講意見，咁咪提咗個意見出嚟。譬如何俊仁提呢個意見喺泛民裏面都未討論過嘅，係民主黨討論過嘅啫嘛。其實長毛當時提出嗰個情況，同何俊仁最近提出嘅情況係類似噶嘛，即係社民連係100%全力支持，100%係全力支持，同埋黨內係通過5區總辭呢個建議嘅，係傾過嘅。我想問下何俊仁當時提出咩意見啊？我有唔係當時提出講何俊仁最近提出呢一個嘅，即係話要等呢個特首解散立法會。呢個咧係喺黨裏邊傾過嘅。同樣長毛嗰個建議5區總辭，社民連內部都討論過同埋通過咗嘅。有冇傾過咧？唔緊要，我等間聽廣告之後翻嚟再同阿華叔傾偈啊。烽煙自由行905-889-1430，時全接觸烽煙自由行889-1430，全線開放，全民開講905-889-1430，烽煙自由行。
好，翻嚟時事全接觸，直播室嘉賓呢就係遠道香港而嚟嘅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大舊嘅。咁啊，頭先亦都講開呢個5區呢個總辭全民公決。咁啊喺電話線上面，我哋亦都有民主黨嘅元老啊，司徒華叔講開就係話，其實呢個提出嚟嘅係咪社民連本身自己都冇商量過，冇講過，亦都喺泛民嗰度冇討論過就掟出嚟，咁變咗人哋反應梗係會慢啲，亦都係呢個做法，亦都係少少唔啱啊！華叔就提出就係咁啊，陳偉業，你又有咩意見呢？回應翻。我諗首先要澄清嘅就係，即係5區總辭呢個建議喺社民連內部係討論過好多次，都係通過咗，亦都係決定咗，即係有咁嘅建議嘅。咁呢個絕對係社民連嘅政黨嘅立場啦。咁至於好多技術性嘅問題，比如頭先提到，喂，如果即係你5區總辭之後，喂，冇人選，咁其實我哋可以組織呢一個支持5區總辭，一個反對5區總辭嘅宣傳隊嘅，即係類似一個嘅全民公決啊！即係外國都好多啦，加拿大都做過啦。referendum 嘅話呢，梗係有正有反嘅咁。咁我哋可以籌埋錢，組織埋俾埋錢。呢個係正嘅，嗰個係反嘅咁。大家一人100萬咁啊，大家去做嗰個嘅即係工程啦咁。咁所以即係我絕對唔擔心呢，話會冇人出嚟參選係嘛？如果呢個嘅左派整個嘅共產黨嘅機器係全部禁制唔俾嗰啲嘅親政府嘅團體出嚟參選嘅話咧，我哋可以揾人參選，亦都可以即係俾佢哋扮一個識揾學者又好，揾一啲嘅即係有信譽嘅人士去做又好咁。咁所以喺個技術上咧，我覺得即係5區總辭全民公決，如果做到嘅話咧，投票咧我都唔擔心低嘅，因為你一個咁強烈、咁單一嘅議題同埋咁重要嘅香港前途，即係香港嗰個民主前途嘅問題，我相信香港市民會好積極參與咯。但係點解就係譬如你哋係社民連提出即係自己討論過呢個即係5區總辭，點解唔同泛民傾完先再即係再係喺傳媒啊或者再開個記者會提出嚟咧？嗱，呢個正就係嗰個嘅即係巧合嘅問題啦。因為嗰一次係一個內部會，就第一次提出嚟。咁第一次提出嚟啊，李鵬飛都冇同我哋攞清楚啲資料，就公開鬧我哋低 B，呢個好清大家聽到啦。基於佢嗰個譴責同埋佢嗰個咁強烈嘅反應咧，導致到社民連要不斷回應咯。係嘛？咁如果當時話喂有興趣嘅坐低傾，我哋咪即刻坐低傾咯，係嘛？咁但係上一次佢哋呢個嘅泛民即係飯盒會，即係立法會議員嗰個會議，佢哋要召開會議，我同毓民又唔喺香港，長毛嗰段時間又好忙，同埋又唔係好多議員喺香港，咁變咗嗰個時間要召集會議嘅係缺乏咗一個合適嘅時間，大家坐低傾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要坐低嘅社民連係完全支持華叔個講法咧，喂，大家坐低傾掂，佢有啲咩技術問題，有啲咩意見，咁咪大家坐低傾咯。咁如果仲翻阿華叔提到咧，就話假如對方冇人出嚟選，係自己揾5個人出嚟假競爭咁嘅補選，嗱，我覺得咁樣太兒戲啦。假如係咁樣嘅時候，市民一般嘅印象會係點樣咧？